戰係警隊嘅一個行動代號，故仔咧就係講緊兩幫警隊高層嘅角力。近年係比較少見一個咁嘅結構性嘅一個警匪動作，好有張力嘅一個劇本。喺導演喺寫呢個劇本嘅時候，已經將成個故事嘅結構同埋好多電影嘅畫面都寫咗入個劇本度，好地道，好港產片，好似都幾耐冇見過一個咁嘅類型警匪片。我哋兩位導演都係好了解警隊裏邊嘅一啲細節，一啲規條、一啲潛規則，警隊裏邊嘅內部鬥爭。唔同嘅部門有唔同嘅矛盾喺度啦。佢呢個劇本有好多呢啲資訊性嘅咧，所以你越睇越有興趣去睇落去咯。我哋一路寫嘅呢個故仔嘅時候咧，發覺我哋唔可以純創作，我哋確實係需要有警隊背景嘅朋友去幫手。本身都有班做警隊嘅朋友嘅，咁我就開始就去問啲軍火商嘅朋友，咁啊問啲好尖銳性嘅問題。佢做咗好多 research， 我哋嘅劇本咧唔係淨係大家得單睇一個完整嘅劇本，劇本最底部咧係好多資料俾我哋嘅。因為他們自己寫的腳本，所以他對每一個角色他都很完整的很了解。放手先！一睇劇本已經知，第一樣嘢係個思維好清晰，劇本好好睇，一路個 flow 係好完美。一劇之本，劇本好，你想睇嘅場面會有啦，但係你想睇角色同角色之間嘅交流咧，其實都好多。呢個劇本其實喺個 structure 上高非常之吸引。當然，我希望呢一個戲亦都會再一次掀起香港嘅警匪片嘅一個熱潮。